为着要禁止有人伫咧社会主体食薰，汤市对今年8月开始，就有一套违规记点的制度。那违规食薰，互人记超过3届，就会叫你搬出去。这施行无到3个月，就有一项违规佮讲袂听，变做全国社会主体，互人赶出去的第一例。厝真新佮清气，政府起的社体租金比市价较俗，互真侪民众抢咧申请。为了维持环境，如何爱遵守规约？像是桃园市社体今年8月开始严格执行禁薰的规定，也阁有住户却是一直苦劝拢袂听，食薰犯规3摆，说讲真侪伫社体违规食薰，真侪全国头一个互强制解除合约搬离开的案例。因在室内吸烟3次被终止租约的案例，我们也会在各个社宅再次公告。以强调桃园市社会住宅执行新禁烟规定的决心。根据了解，互解除合约的住户是租孙仔大斗阵3房，月租1万外块，孙仔一摆互厝边翕到伫咧厝内开窗食薰，最后第2五，互强制搬出去。根据桃园市的规定，伫社体内底食薰互检举，头一摆是记10点，第2摆甲第3摆是各分别记30点，总违规点数达到60点，一律终止社会主体契约，将要另外21号小处分，会继续来稽查。还是会闻到有烟味，所以有人在反映。当然是禁烟是最好的。也伫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社体，相关也是全面禁止食薰。依本中心现行社宅租约规范，社宅范围内全部禁烟。在我们社区的这个基地范围包含住户的住家里面那都是一个禁烟的范围。台北采取每一摆扣5分，扣满30分解约。一年内有25户因为食薰互扣分。新北是每一摆记5点，记满15点袂使续约，满30点是终止租约。台中违规扣10点，总计扣分超过100点的，除了强制爱搬出去，未来3年内也袂使申请社体。仅有12件违规，高雄相关互查到记10点，总计30点强制退租，仅3件违规。社体禁薰规定，食薰的人千万唔通低头唔顾顾本机。记者综合报道。